这个东西估计只有我们赣南人才知道是什么。阿姨，这个一天做多少个啊1、2千。一天能做1、2千啊？对。这个是荷叶啊，然后这个是肉跟粉在一起蒸出来很香的。我们赣南人之前是啊，家家户户都有。状元肉，状元肉啊，不是叫荷包肉吗？荷包肉，它就简称为状元肉。你看金马提名的时候也有这个东方。看看这里，这里就在准备做了是吧？荷叶很香。这个都是糯米吗？这个是糯米，它这要首先要去爆香了，炒香了，用那个手工炒香，炒香以后让它冷却，那个米冷掉以后再来打成粉。这个就是已经在蒸了啊。这就已经在蒸了，在制作了。要蒸多久啊？这个一般是我们是那个柴火蒸4个小时。有没有见过的兄弟姐妹们？